对。哇！看见了？这楼梯是什么时候起的？这路面开始。哈哈哈。哎。这边是洗手间，对不起，那个灯坑。哦，这是呢？这是洗手房。哦，我这是的对洗手地方。我跟你说，它这个水的头子，它这个灯坑是在这里的。这个洗手房在这里的，它防一下的。这头子妈的连灯都是不一样的。老铁，你肯定是。